待客之道。公司今日安排咗我招待一個印度客，見面嘅時候我諗住寒暄下，問下佢有冇咩嘢想食，佢就同我講，食咩都冇所謂，不過你哋食飯用筷子係唔啱嘅，用手先係最正宗、最啱嘅食飯方法，而且食乜嘢都可以用手拿。聽完之後，我冇反駁佢，顧客永遠是對的，所以我決定今晚帶佢去打邊爐。哈哈哈，唔通我用手食過夜粥，又周圍話俾人知咩？